来关心通促党邀请日本的欧道交流会，之一个是来咱台湾参观访问，因为这个交流会是日本警方认证的暴力团体，嘛互外界质疑讲，敢是欧道要介入选举，警方唔敢大意，全程拢有监控。 预控之数总统大选开始，一个参加政治活动的通促党甲澳门重要山头新闻山分会邀请日本交流会来台交流，暗过拄到选举国动备战。通促党总裁白龙长安乐解释，只是朋友之间的一般聚会，甲政治无关系。昨天晚上呢，我有设宴接风，然后明天晚上来为他们践行，这样子，不像那个渲染跟选举有关系，没有关系。一方面等于是国民外交。 其实这毋是交流会第一摆来台湾，自2017年日本 Okinawa 欧邦交流会本部长上江州同志捌率团来台湾周安乐就捌招待。2018年日本 Okinawa 时报也报道，张安乐第一后生捌甲德联邦成员去 Okinawa 甲交流会高层交流，引起日本警方高度关注。交流会互日本警方看作是 Okinawa 唯一的指定暴力团。这摆来台湾，互人质疑欧邦恐吓介入选举，也互警方真紧张，唔敢大意，全程监控修正。本署已经掌握了他们相关的一个情资也针对他们这整个参访的一个行程有进行这个搜证跟调查，那防止这个我们台日的帮派跟这些团体做一个串联影响到我们的社会治安。这摆交流会到台湾，安顺到中正纪念堂立法院参观，甚至规划到总统府头前翕相留念。23离开台湾，警方也针对公开行程全程修正。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立委